好啦，各位溫 B 班嘅同學，咁因為咧我哋星期五嗰一節中史堂咧，就因為有個特別週會嘅緣故，咁我哋就停咗一堂嘅，咁所以咧我哋爭呢一課未教，叫江南經濟開發，咁所以咧今次就希望透過段短片咧，就同各位去教咗呢一課先啦。咁因為我哋嗰個 UT 咧都會考埋呢一課嘅。好啦，咁而家開始啦。咁呢個題目叫江南嘅經濟開發，咁其實咧。江南係指大概今日咧6個省啊嚇，呢個由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6省，咁即係咧大概係等於咧長江中下游嘅地方。嗱，咁我哋咧其實咧而家我哋講緊嗰個朝代嘅就叫做魏晉南北朝啊嘛。咁其實咧喺魏晉南北朝再之前啊，有中華民族喺西周開始。去到魏晉南北朝咧，其實咧我哋中國嘅政治經濟重心咧，都係一個地方叫黃河流域嘅黃河流域。咁各位都知啦，就咧中國有2條最重要嘅河啊，一條就叫黃河，一條叫長江。所以其實咧黃河流域就係我哋中華民族嘅發源地嚟嘅。好咯，咁但係咧，與此同時咧，仲有個長江嘅，所以長江流域咧，亦都係咧後嚟咧，亦都係有人居住嘅。咁但係其實咧，長江流域，因為中華民族嘅發源地係喺黃河流域，咁長江流域咧，其實咧住嘅人咧，一向都係被視為係我哋叫做蠻夷啊，即係指一啲咧係中原，我哋成日講嘅中原咧。就喺黃河流域嘅，咁中原人就覺得咧長江流域嘅人係蠻夷嚟嘅，所以其實咧長江流域嘅人口同埋文化咧都係比黃河流域咧係少同埋低嘅。嗱，咁呢個咧係魏晉南北朝再之前都係咁樣嘅，黃河流域就人口多啲，經濟程度好啲。文化水平咧都高啲嘅。好啦，咁所以咧長江流域嘅人咧就人口少啲，文化水平低啲，咁當然啦，經濟程度咧亦都係差過黃河流域嘅。好啦，咁嚟講，北方就比南方人多同埋富庶。好啦，咁但係呢個現象咧，就喺魏晉南北朝咧就出現咗開始出現變化啦。因為由魏晉南北朝開始咧，江南地區咧嘅經濟咧得以開發啦。嗱，咁但係江南地區經濟得以開發，僅有啲嘅優厚條件㗎啦。咁主要有2個嘅，第一個就係咧，我哋話咧江南地區咧嘅有啲嘅得天獨厚嘅自然條件啊，例如點樣咧？佢氣候溫和，夠雨量充沛，土地肥沃，好咯，同埋咧有好多河流啊，交通便利。咁所以其實咧喺江南地區咧，因為咁嘅緣故咧，農業發展會好好嘅，因為佢夠雨水啊嘛，土地肥沃啊嘛。而商業發展咧都可以好嘅，因為佢咧交通便利啊嘛。好咯，而江南地區咧，首先咧嘅經濟發展咧，第一個人咧就係三國時期嘅孫氏。孫氏咧其實就係指我哋話魏蜀吳三分天下嘅吳國咧，姓孫嘅孫堅啊、孫策啊，去到孫權咧嘅政權啦。咁佢哋嘅地盤就喺江東，即係長江中下游啦。咁所以咧喺魏蜀吳時期嘅吳國咧，就係第一個咧係有系統地咧去開發江南資源嘅政權啦。咁所以咯，呢個嘅孫氏咧經營江東，江東就即係我哋講嘅長江中下游地方啦，即係江南啦。咁所以咧呢個嘅自然條件嘅優越咧，就加埋有個孫氏，即係魏蜀吳三國嘅吳國咧，去開發嘅話咧，就開始令到江南地區嘅經濟咧，稍為增長啦。而另外就係咧喺呢個嘅
魏晉南北朝由三國到魏晉南北朝嚟講呢，好多戰亂嘅。三國由東漢末到三國時期就天下大亂啦，去到西晉之後有永嘉之亂、八王之亂呢，都係天下大亂嘅喎。嗱，有咩亂事呢？我哋重溫翻啦。東漢末就有呢個嘅周穆混戰，之後就開始咗呢個嘅三國混戰添啦。之後呢，到西晉統一咯，咁但係之後好快有八王之亂，有永嘉之亂。其實所有呢啲亂事呢，都無獨有偶呢，係喺北方發生嘅。咁南方呢，就相對嚟講少啲戰亂嘅。咁所以呢，因為北方多戰亂喎，咁南方少戰亂喎，就令到唔少人呢，希望逃避戰亂呢，就搬去南方啊。咁所以呢，呢啲因素就吸引咗好多人呢，搬嚟南方。咁所以南方不嬲係人口少過北方啊嘛。咁但係由呢個嘅三國開始呢，陸續多咗北方嘅人呢，遷移去南方，就補充咗南方嘅勞動力啦，有助推動江南開發啦。嗱，呢兩點呢，就係南方經濟呢可以發展嘅原因。咁跟住我睇下呢點樣發展咯。第二點啦，就係南遷人口嘅貢獻。好啦，咁江南地區經濟要得到發展，首先大前提就係呢，要有足夠嘅人，因為足夠嘅人呢，先能夠提供到呢勞動力嘅。好啦，而正就喺呢個嘅魏晉南北朝時期呢，北方人口為咗逃避戰亂南遷，咁啊可以為呢江南地區嘅提供到好多嘅勞動力啦。好啦，而呢啲南遷嚟由北方南遷嚟南方嘅人口呢，就可以呢提供到足夠嘅勞動力去發展農業、手工業同埋冶鐵業。嗱，農業咁各位知係咩啦？耕田種耕田去收割去收種，提供農產品啦。手工業即係指得可能呢係織布啊，做啲嘅簡單嘅工具啊攞去賣嘅。冶鐵業呢係指呢去煉鐵啦，將啲嘅礦物呢用高溫之下呢煉成鐵，再呢去製成唔同嘅鐵器啦，例如劍啊，例如刀啊，呢啲叫冶鐵啦。呢個詞兩點水一個台字，呢個字係讀冶，個音係讀嘢。所以咧，南遷人口足夠呢，就令到南方呢有勞動力呢，可以去發展農業、手工業同埋冶鐵業啦。好啦，而另外北方南遷嚟嘅人呢，唔單止係提供到勞動力，佢仲能夠為南方呢引進先進嘅生產技術。好啦，因為其實呢，南方嘅人嘅文化程度、技術以往都係低過北方啊嘛。好啦，咁但係啦，嗰啲喺北方逃離，因為逃避戰亂去到南方嘅人呢，佢哋去到南方都要耕田啊嘛，咁自然就將北方嗰啲先進嘅耕田方法呢都引入埋南方啦。譬如呢，有個叫做驅種法，有個叫做代田法。嗱，咁呢兩種耕種方法呢，就我唔多講啦，因為其實唔係話好重要嘅。咁總之你記住呢，但係北方呢將啲嘅優良啲嘅耕種技術就係叫做驅種法同代田法引入南方，有乜好處呢？原來呢兩種方法呢，係可以將一啲我哋叫肥力較差嘅土地，咩叫肥力較差？即係指笪地好貧瘠嘅，唔夠養分嘅田地就叫肥力較差嘅農田啦。好啦，呢啲咁嘅地方呢係唔適合種米嘅，但係北方一啲呢可能係粗生啲。咩叫粗生呢？即係指呢，佢少少糧食、少少養分、少少嘅田地、少少嘅水分都可以生長到嘅植物就叫做粗生啦。咁例如呢，粟米個粟，例如麥呢啲嘅農產品呢，喺北方就係好普遍嘅，但南方呢就好難，就好少人種嘅。而呢兩種嘅農作物呢，北方嘅人呢帶嚟南方，同埋佢有個好處就係呢，可以喺肥力較差嘅土地呢都可以種到喎，因為佢用呢個叫做驅種法同埋代田法。咁所以佢令到呢江南地區有唔少土地，以往呢其實係冇人用嘅，因為嗰地係呢就叫肥力較差啦嘅地係冇人用嘅。但係北方嘅人呢，就將呢兩種方法帶入南方之後呢，南方嘅土地呢嘅資源就可以充分利用啦。因為以往嗰啲南方肥力較差嘅地呢，就可以呢耕種啦。咁所以呢，南方整體嘅農產量咪多咗咯。而另外咯，
喺各位同學應該聽過絲綢之路啦，係咪啊？東漢開始，漢朝開始發展嘅絲綢之路。嗱，咁其實咧，中國嘅絲綢咧，其實好多咧都係北方生產嘅。南方係少絲綢，因為南方咧掌握唔到生產絲綢嘅技術。咁所以其實咧，你話喺漢朝嘅絲綢之路嗰啲絲綢咧，其實主要係北方嘅城市供應俾西方嗰啲嘅國家嘅。咁但係咯，去到呢個嘅魏晉南北朝啦，我哋記住話魏晉跟住就係南北朝啊嘛。咁南朝嘅開國君主就係叫做劉裕。嗱，呢個我補充翻少少先。嗱，咁其實咧，我之前同各位提過咧，有個叫做魏晉南北朝噶嘛。重溫翻少少嘅內容啦。咁就係咧，我哋其實話咧，喺呢個嘅東晉滅亡之後，咁樣咧，東晉就被劉裕所散，劉裕所建立嘅就係一個叫宋，咁之後就係齊、梁、陳啦。好啦，呢度有呢4個就叫南朝，而南朝第一個開國君主咧就叫劉裕啦。好啦，佢建立嘅就係宋。好啦，咁呢個劉裕其實咧，佢嘅打仗好叻噶。咁所以其實劉裕咧就嘗試過北伐啦。去北方咧，就向北方咧進攻，希望去收復翻一啲咧胡人所侵佔嘅領土。咁呢個就叫北伐。好啦，咁但係咧，劉裕咧喺北伐嘅途中咧，就將北方一啲嘅掌握絲織技術嘅工匠都俘虜咗，同埋咧夾硬咧將佢咧帶翻健康。點解咧？因為劉裕就係睇中咗呢批人咧，係掌握一啲最先進、最優良嘅絲織生產嘅技術。咁所以咯，當劉裕北伐啦，搶咗唔少土地啦，之後咧佢就將北方嘅呢啲嘅絲織工匠帶到去南方，並且咧劉裕咧就設立一個嘅機構，就叫做綿署，去咧負責生產絲織業。所以呢個劉裕呢個北伐嘅功勞就係咧，佢能夠將北方嘅優良啲嘅絲織技術咧都引入南方。咁所以北方先進嘅絲織技術傳入南方啦。咁南方嘅絲織產品嘅質量同埋產量咧都大幅增加。咁所以咧，慢慢令到咧南方咧都掌握到北方咧比較上優良嘅絲綢生產技術。咁所以南方唔單止係農業能夠增長，呢個嘅手工業、紡織業都可以咧得到增長啦。好啦，咁呢個江南經濟開發有咩嘅影響咧？嗱，好啦，你記住啦，剛才我講過，由夏商周時代啦，去到魏晉南北朝，都係點樣咧？南方經濟都係落後於北方嘅。好啦，咁但係咧，南方經過六朝嘅江南開發。嗱，六朝咧又睇翻前邊呢個注釋嘅吓，即係我哋話咧，點解無端端有個六朝出嚟噶？嗱，咁你話六朝係指咧，喺漢末以嚟，有6個政權咧都係經營過同埋統治過南方嘅。呢6個政權咧，第一個就係三國時代嘅孫吳。跟住就係咧，西晉滅亡咗啦，就咧去到東晉咧，以江東作為根據地。第二個係東晉，第三個就係南朝嘅宋齊梁陳。咁呢6個曾經統治過江東地區嘅政權咧，歷史上面咧就叫做六朝。所以六朝就專門係指咧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專門統治江南地區或者叫江東地區嘅6個政權啦。嗱，好，咁南方經濟不嬲都係弱過北方嘅。咁但係隨住六朝嘅對江南地區嘅統治同埋開發咧，令到江南地區嘅經濟日漸嘅富庶啦。好啦，有錢啦，當中最有錢嘅咧就係首都建康，即係地圖嘅呢個位啦。好啦，而另外呢個嘅六朝有2個州，一個叫做荊州呢度，一個就叫揚州。咁呢2個州咧
都經濟好好嘅，同埋有唔少咧繁盛嘅城市嘅。咁所以啦，南方嘅經濟以往都係弱於北方嘅。咁但係喺呢個嘅六朝嘅開發之下咧，南方嘅發展咧逐漸趕上北方。嗱，不過咁樣趕上北方唔係同北方睇齊，亦都唔係咧係超越北方。好啦喎，咁但係我哋今日如果我問你，中國係南方有錢啲定北方有錢啲呢？嗱，南方有啲好重要嘅城市啊，我哋香港啦、深圳啦、廣州啦，再遠啲係上海啦。嗱，呢啲全部都係南方嘅城市。北方有咩重要城市啊？可能北京啦。除此之外，天津啦。咁但係你再數唔數到啲，再能唔能夠去數啲係好發達嘅城市呢？未必咁多㗎喎。嗱，其實今日嚟講咧，中國嘅經濟發展咧係南方富庶過北方嘅。嗱，呢一個咁樣嘅情況係幾時開始南方經濟係超越北方嘅咧？都未係呢個時期嘅魏晉南北朝，而係咩咧？而係去到唐朝同宋朝啦。嗱，我哋咧跟住我哋講晒成個魏晉南北朝咧，就會開始講隋唐噶啦。唐朝同宋朝，其實喺唐朝同宋朝開始咧，北方咧都係因為當時有經濟因為戰亂咧，而慢慢令中國嘅經濟重心咧遷移到去南方嘅啦。所以今日中國南方經濟發展好過北方，就始於咧唐朝宋朝嘅時期嘅。嗱，唐朝宋朝開始咧就南方經濟超越北方啦。咁大佬唐朝宋朝嘅南方經濟能夠超越北方咧嘅基礎咧，就係喺六朝時期，即係魏晉南北朝呢6個政權統治江東地區嗰陣時嘅經濟開發咧所奠下基礎嘅。嗱，所以如果冇咗魏晉南北朝呢個六朝嘅江南經濟開發，咁可能咧去到日後再過多幾百年之後，唐宋時期咧南方經濟咧都唔能夠超越北方。正正係因為有魏晉南北朝時期六朝對江南地區嘅經濟開發，所以咧幾百年之後，當唐宋時期北方再度有戰亂發生啦，咁南方嘅經濟咧就超越北方。而呢個咁樣嘅形勢咧，到今日都過咗成1000年啦，咁其實都冇改變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今日講呢課江南經濟開發要各位去認知嘅嘢嚟嘅。嗱，咁我哋咧就今日呢堂就到呢度為止啦。咁跟住啦，因為你哋係上堂嗰陣時咧，就因為我哋冇咗堂，咁所以呢個咧我係希望用個短片讓各位了解呢一課嘅內容。而另外呢一課嘅內容其實咧之前都叫咗各位咧去做作業，咁多少有理解啦。咁記住咧呢一課我哋今次 UT 都要去考埋嘅，要注意啦。